香港啟悅苑2到3人單位，設計咗2個房。先來睇下門口呢邊啦，門口係到頂鞋櫃啦。呢邊係兒童房，定製咗上床下櫃，書仲加咗個舉梯，趟門都係幾好推拉嘅。客廳定製到頂電視櫃，跟住來睇主人房啦，到頂衣櫃設計，定製張地台床，床邊仲加咗排櫥櫃，廚房玻璃趟門，設計 L 型上下櫥櫃，門口就係雪櫃位置來嘅，洗手間乾濕分離，仲定製咗套鏡櫃，裝修家私一條龍，有需要嘅街坊可以後台 PM 我啦。